28屆超級食神大賽仲有1分鐘就開始啦！首先有請今晚嘅評判，國際美食評審主席，有媚公主之稱嘅薛家燕。仲有半分鐘，根據大會規定，所有遲到嘅參賽者一律取消資格，絕對冇情講。請各位參賽者就位。我經已車過晒，真係冇人嚟。比賽即將開始。仆街嚇得我咦？佢咪？阿嬸，拍硬檔撐快2步啊！唔該。最快係咁噶啦。咁冇辦法啦。啱啱趕得切。你阿彌陀佛。請問你係邊位啊？少林寺方丈，法號夢維。阿彌陀佛。我隨風而來，隨風而去。喂，我係史提芬周老友喎，俾下面得啩？喂，唔該啊，唔該啊。食橋，將啲無謂人掟咗出去之後，順便閂窗落閘，唔好再俾啲夢遺嘅人入嚟啦。好啦，最後一位參賽者都經已趕到，比賽正式開始。頭髮會白晒㗎，仲有咧見到有產上飛天咧，係咪吊威亞㗎？施主佢已經成為咗少林寺嘅俗家弟子。阿彌陀佛，一字記之若懸。佢與佛有緣。老衲本住慈悲為懷嘅心，收留咗佢。美玉，你咧就俾啲有毒嘅冷藤咧就吉親。而家好在咧就未落到去百會穴啫。如果唔係咧，你係死梗噶啦。啊，我咧已經同你注啲毒咧，注到七七八八啦。而家咧就剩翻呢度啫，就俾我啜埋先啦，唔該啊！行開啊！你既然唔俾我啜，我都唔勉強你。你大鑊啦！方丈份人好小氣㗎。我最憎人喺我背後講我壞話。
嚇？出局。我蘇果，而家係選食神，唔係選買班小丑。食神除咗煮嘢好食之外，台型都好重要嘅。你咁啊想做食神，冇咁易。少林寺18銅人。冇錯，少林寺18銅人。得意方丈，你想走，我夾入去。喂，點解啊？睇下你個樣，而家死老豆啊，苦口苦面咁，花旗正苦瓜啦，出局。作為一個食神，最緊要係專心一致嘅。我只係少少動作啫，你哋就企晒喺度啦，成何體統，真係令我失望。out 出局。若然再放人出局，只怕再冇人比賽㗎啦。我自有分數，全神貫注，氣定神閒，由頭到尾都冇望過一眼嘅，只有佢哋兩個自有資格。點解要殺人？你教我嘅，因為我中意咯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今日我佛就係佛，不過整佛跳牆。乜咁啱？我又係整佛跳牆。慳啲啦！咪以為染白晒嘅頭着住套古裝就真係有計啦㗎！我夠得咯，上咗食神嘅位，抵死啦！倚天前，屠龍斬。好刀法。咁快嘅？降龍十八掌！打九層。好炒法。江姨，佢抄我，有啲咁嘅事咩？我做乜佢跟住我做乜？唔係啩？嗱，你見到啦？比賽係咁噶啦，好似游水跑步咁，又唔係你做乜佢做乜，有乜好抗議啊？抗議無效。死啦！多謝。高步嚟咋？高步嚟咋？高步嚟啫咩？真係去咗中國廚藝訓練學院？好辦啊！中國廚藝訓練學院即係少林寺嘅廚房。你亦都係少林寺走出嚟嘅叛徒。冇理由噶！我學藝10年，你只係去咗1個月，冇理由咁勁。呢啲嘢好講天分。衰鬼！
10啊！你真係11隻係嘛？大啊！知道你大嘅啫。啦，女啊！我幾時先可以行出呢笪地方啊，兄弟？喂 D 啊！喂，除非風仲話冇嘢啦。咁啊，方丈幾時先算數得㗎，大佬啊，真係。你睇下個老嘢啊，13歲嗰時啊得罪風象啊。係啦，咪一直運到而家都仲運緊咯。即係點啊？花大啊嘛。大。即係點啊？曹大 D 啊，炒啊呢鋪。人太甚啊！少林寺18銅人。我唔單止喺少林寺嘅廚房學會煮餸嘅秘訣，更加喺18銅人身上學會上乘嘅武功。呢一紮金粉餅果然名不虛傳。我唔信！好輕功，輕功奧妙之處係可以令一個好似海狗咁重嘅人飛到老年咁高，期間仲可以鬼殺咁重。好接凳，接凳奧妙之處係可以藏於民居之中，隨手可得。仲可以坐住佢嚟掩藏殺機，就算俾差人拉到，亦都錯你唔入。真不愧為7種武器之首。喂，打多2下好啦，仲有3分鐘，因住時間啦吓。弊？點弊啊？佛跳牆先會爆炸，係唔容許嘅，應該幫你出局噶啦。不過念在幾有創意，幾夠唱。再2分鐘就整過啦！剩翻2分鐘，你整魚生就得，認輸啊，靚仔！好耐功，原來用內力加速提高溫度，使到原本要等749個鐘嘅佛跳牆，加2分鐘之內就搞掂。請問大師，一生人食過最好食嘅係咩嘢？施主，呢個問題應該要問翻你自己。問我自己？冇錯。大師啊，大師，你同邊個講緊嘢啊？呢啲係千里傳音。陰真經錯，呢招係黯然銷魂手。黯然銷魂手？呢招係施主由心而發嘅自創招式。有一日，我見到施主好黯然咁喺度唱歌。情與義，值千金，刀山裏地獄去有何為之心？犧牲有何憾？為驕傲。
夜白髮，情深意重。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。我見施主佢痴心一片，所以我就原諒咗佢。估唔到大師都係性情中人。少林絕學火雲掌，夠鐘，比賽完畢。好香！哇，好香啊！係啊！呢種就係超級無敵海景佛跳牆。好！呢種由內功燉成嘅佛跳牆，不但火候十足，而且濃得嚟唔滯，膠得嚟又唔漏，9種材料均為極品，足足有9981種變化，不但香味層次不同，而且可以渾然一體，不愧為超級無敵海景嘅佛跳牆。呢碗係黯然銷魂飯。你老醒你叉飯啦，加多隻荷包蛋俾盡你咪22蚊碗，揞咩燃燒咩雲飯啊？咪懶有型啊，靚仔！荒謬！我夠膽講句，喺我面前冇人夠膽講話懶有型，唔該你靜啲。肉汁放喺千雲裏邊，好似江河匯聚咁樣，而裏邊嘅筋絡俾內力打碎，入口極之鬆化，再配合埋火雲掌煎成嘅溏心荷包蛋，嚿叉燒真係好味到塵世間冇嘢可以形容得到噶。點解？俾我食碗咁好味嘅叉燒飯，我哋係成品點算啊？咦？係咩嚟噶？點解我會流眼淚嘅？有一種哀傷感。係洋葱，我加咗洋葱。實在太點題啦！原來係洋葱嚟嘅。呢碗飯食到人感動流淚，唔怪得知叫做黯然銷魂飯啦！實在太黯然，實在太銷魂，實在太好啦！可惜，如果唔係我老公唔生性爛棍，俾佢哋捉咗黃腳雞，我又爛到貪心，俾佢哋捉到我打牌出老千，最慘嘅就係叫大佬啊！大佬，連我個乖仔都俾佢哋踢埋入黑社會，咁多痛腳俾班人揸住嚟要挾我。今晚個食神係湯牛，我牛只係食神。我咁多嘢始終又唔係要俾我。根本就冇食神，吓？咩話？或者人人都係食神。咩話？我講咁多，班長。老豆老母阿哥細佬，條女條仔，只要用心。咩話？
都可以係食神。條友輸到黐咗線啦，揾佢幫白車啊！食神歸位。你本來係掌管主食嘅神仙，因犯天條而被罰落凡間受36劫、72難。今日你終於領悟到食嘅真諦，真正得道。剛才你所煮嘅飯真情流露，連玉帝都深受感動。但係你動用咗神心，泄露天機，本應受罰，但顧念你一往嘅情深，故網開一面。神仙係嘛？好，出神仙啦，睇下點？出神仙啦！你隻烏嘴狗，貪食守門口，而家要將你打回原形。你都想試下？冇，我唔關事㗎，我行過㗎咋。呢度啲人咧，我完全唔熟㗎。尤其是嗰邊揸槍亂咁肥嗰啲咧，我特別唔識噶。廢話，狗都不如。